后来是呢，到这个6月我天天忙得来8月6加菜个么子样样好吃。那么今朝要讲点啥呢？现在大家讲讲个追沙汤饭。那么记得三辰光嘛，一进吃搿种追沙馄饨盖，皮子削薄10块而花。那么搿追沙汤饭到底又是啥个味道呢？你现在来看。这开饭店呢，我叫啥个呢？是追沙汤饭。追沙汤饭呢还有故事的，因为我呢三腔行业有句闲话叫柳下开花，中翠结果。柳下开花，中翠结果。对个。那么搿句闲话哪来解释呢？柳下开花呢，就是吃三麻，三麻是讲多好。一到中秋节呢，才结果着。结果呢，就说明春天是水火的季节，所以搿个汤饭是滴里滚油的。哦。圆圆的汤包里面包上鼓鼓囊囊的猪肉，不用说，这肉的好坏直接关系到汤包的品质。那这皱沙汤包的用肉又有什么讲究呢？一定要用前腿夹心肉。哦，要前腿夹心肉。因为夹心肉呢，搿个2块肉呢活的。哦。那么后腿呢是屁股上的肉，对个。你讲叫手藤。猪肉弄2个夹前头，一直拉分。对。那么筋的脏呢还有区别。要3分脏7分筋。为啥道理呢？成人这个咬上去细口口的，还有点肥肉的。但是这个肥肉经过一蒸呢，里会发脱着，不然皮子吸水脱着。但是吃了那个皮子呢也是好吃。这个要3分脏7分筋。对个。那么配出来嘛，就让它松开。对。皮薄两多，这重。选对了部位，配好了肥瘦比例，这肉馅也只是成功了一半。要做出完美的肉馅，就连剁肉的砧板也有讲究。这块做台板，我吃哪能是木头一个啊？对个。这个是3木的，然后还有松木的。这块做台板呢是蓝的，而且这个年龄呢，实际上有可能要比那大点了，因为这一留下来的。过去辰光呢，我们传统的做台板呢，侪是用木头的。啥个木头呢？松木，它是3木。松木呢有松木的香味，3木呢有3木的香味，而且有句闲话，3木蛮吃分量的，叫3木食不香，刚刚吃分量。那么它现在做的跟谁讲的呢？完全不一样的。我这个面粉，辣3木做台上，辣松木做台上做出来的么子，有一种大自然的香味。胡老师啊，我做老板辣做的辰光，实际上现在包一张皮子，对个，包上了一块肉，我刚才那个粉拎得起的嘞，对个，喏，啊是搿哪还能做到一样个程度呢？这个呢，它和擀面有关系的，因为你是用栏杆发的，有人头的。但真的哪能看呢？你四面拉开了，相当薄的，啊是个，你屋里向弄个头啊头出子啊对个。来着。是吧？谁说明这个皮子的有劲？还拉得这个薄还不穿透，啊是个，再看，一上薄的了。靠着有劲道的好皮子，皱沙汤包实现了皮薄而不破、馅足而不漏的完美统一。现在包子也做好了，万事俱备，就欠一蒸。蒸汤饭和蒸馒头还有点啥个区别的？有区别的。蒸的辰光多，里向也生脱；蒸的辰光少，辰光长，就是汤也唔白。所以说一定要掌握了5分钟左右。要5分钟左右蒸出来个汤饭，那么是这个味道才好。对。你看，我刚刚跟你讲个追沙汤饭，你看阿娘追沙随便包，里向的肉才看得出。啊对个，那里向的肉全部侪看得出。那3个推人的噻，所以搿个肉你看呢，是啊，为啥才有噻？对，你吃容易，风一吹呢，你那个皮子呢贴辣肉浪向。这个缩起来。所以追着追沙汤饭，如果是馒头的时候呢，就看上去是鼓的，啊对个。所以吃这个么子呢，要人炖汤饭，不能搿个汤饭来炖人。这个汤饭炖人嘛，搿点汤才够脱的。对。你说最近过去了，还喊个谁啦？叫追沙粿。那么呢，我今在身浪向就是追沙，是吧？那么今在搭着追沙衣裳，吃追沙汤饭。对，很有意义。
在中国的汤包里，扬州汤包算得上名气最大。这藏在巷子里的皱沙汤包和扬州汤包比起来又如何呢？这跟扬州这个东西差不多。对，一样的。这两句扬州话说的有点洋泾浜，下面还是用母语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汤包的吃法。谢了，吃这个呢，晓得我讲呢，要慢慢移，轻轻提。一定要晓得个。为呢？要先开汤，再吸汤。哦，对个，说明呢，吃个浪蛮来句个，来吧。你一口咬上去啦，变得了人家三个面孔浪向有汤花这个样。里向老阿斗。我还觉得嘞，我是不是？一口汤变得心里啊。实在是蛮结棍的。经常吃还吃。你像我还是吃豆子一样的。还是吃糖豆是吧？不然子啊，眼睛一眨，一笼汤饭吃光个多。不是你吃得多，我吃得多。我还不是说，我反正就打个散。是。现在实在还不够，光顾不上一道里。你吃米蛋面哈？我可以讲说呢，位于边界个位啊，还吃个么子呢？位于还吃个么子？还是在开这个。搿么啥么子呢？啥么子嘛？我你问下再来讲说的。你后来稍微冒打关子嘞。选对了部位，配好了肥瘦比例，这肉馅也只是成功了一半。要做出完美的肉馅，就连剁肉的砧板也有讲究。这块做台板，我吃两浪是木头一个啊。对个。这个是三木的，然后还有松木的。这块做台板呢是烂的，而且这个年龄呢，实际上有可能要比你大点了，因为这一留下来的。过去辰光呢，我们手通的做台板呢，侪是用木头的。啥个木头呢？松木，它是杉木。松木呢有松木的香味，杉木呢有杉木的香味。而且有句闲话，杉木蛮吃分量的，叫杉木食不香，刚刚吃分量。那么它现在做的跟谁讲的呢？完全不一样的。我这个面粉，辣杉木做台上，辣松木做台上做出来的么子，有一种大自然的香味。胡老师啊，我做老板辣做的辰光，实际上现在包一张皮子，对个，包上了一块肉。后来是呢，当这个乐意我天天忙得来，不一路家常的么子样样还吃。那么今朝要讲点啥呢？现在大家刚刚个追沙汤饭。那么记得些辰光嘛，已经吃搿种追沙馄饨盖，皮子小薄，10块而花。那么搿追沙汤饭到底又是啥个味道呢？你一带来看。在开饭店呢，我叫啥个呢？是追沙汤饭。追沙汤饭呢还有故事的，因为我呢三腔也有句闲话叫“柳下开花，中吹结果”。柳下开花，中吹结果。对个。那么搿句，你看我刚刚跟你讲个追沙汤饭，你看阿娘追沙随便包，里向的肉侪看得出。对个，那里向的肉全部侪看得出。那三个推人的噻，所以搿个肉你看呢，是为啥来有噻？对，你吃容易，风一吹呢，你个皮子呢贴辣肉浪向。这个缩起来。所以追着追沙汤饭，如果是木头的沙呢，就看上去是固的。对个，所以吃这个么子呢，要人炖汤饭，不能搿个汤饭来炖人。这个汤饭炖人嘛，搿点汤才够脱的。对。你说最近过去了，还喊个谁啦？叫追沙干。那么呢，我今在身浪向就是追沙，是吧？那么今在搭着追沙衣裳，吃追沙汤饭。对，很应时。在中国的汤包里，扬州汤包算得上名气最大。这藏在巷。我拿来叫什么？柳下开花呢，就是吃山麻，山麻是讲多好。一到中秋节呢，才结果着。结果呢，就说明春天是水活的季节，所以搿个汤饭是滴里滚油的。圆圆的汤包里面包上鼓鼓囊囊的猪肉，不用说，这肉的好坏直接关系到汤包的品质。那这皱沙汤包的用肉又有什么讲究呢？
一定要用前腿夹心肉。哦，要前腿夹心肉。哎，因为夹心肉呢，这个2块肉呢活的。哦。那么后腿呢是屁股上的肉，你讲叫手蹬。猪肉肉2搭夹前腿一直拉分。对。那么筋脏呢还有区别。要3分脏7分筋。为啥道理呢？成人这个按上去细口的，不要有点肥肉的。但这个肥肉经过一蒸呢，里有焕发特质，不能皮质吸水特质。但是吃了那个皮质呢也是好吃。这个要3分胀7分筋。对个。那么配出来嘛，就让它松开。对。皮薄软多。刚才那个粉拎得起的嘞。对个。喏，还是讲那哪还有呢做到一样个程度呢？这个呢，它和干面有关系的，因为你是用老干发的，有韧头的。但真的哪里看呢？你四面拉开了相当薄的，还是个？你屋里向弄个头出是啊对个。来着。是吧？所以说明这个皮质的有劲。还拉得这个薄还不穿它，还是个？你看，一上薄的了。靠着有劲道的好皮子，皱沙汤包实现了皮薄而不破、线足而不漏的完美统一。现在包子也做好了，万事俱备，就欠一蒸。蒸汤包和蒸馒头还有点啥个区别的？有区别的。蒸的辰光多，里向也生脱；蒸的辰光少，辰光长，就是汤也唔白。所以说一定要掌握了5分钟左右。哦，要5分钟左右蒸出来个汤包，搿么是3个味道最好。对。是我做老板啦，做的辰光，自家现在包一张皮子，对个，包上头一块肉，我刚才看那个粉拎得起的嘞，对个，喏，还是讲那哪还有呢做到一样个程度呢？这个呢，它和干面有关系的，因为你是用老干发的，有韧头的。但真的哪里看呢？你四面拉开了相当薄的，还是个？你屋里向弄个头出是啊对个。来着。是吧？所以说明这个皮质的有劲。还拉得这个薄还不穿它，还是个？你看，一上薄的了。靠着有劲道的好皮子，皱沙汤包实现了皮薄而不破、线足而不漏的完美统一。现在包子也做好了，万事俱备，就欠一蒸。蒸汤包和蒸馒头还有点啥个区别的？有区别的。蒸的辰光多，里向也生脱；蒸的辰光少，辰光长，就是汤也唔白。所以说一定要掌握了5分钟左右。哦，要5分钟左右蒸出来个汤包，搿么是3个味道最好。对。你看，我刚刚跟你讲个追沙汤包，你看阿娘追沙随便包，里向的肉侪看得出，啊对个，那里向的肉全部侪看得出。那3个推人的噻，所以搿个肉你看呢，是为啥来有噻？对，你吃容易风一吹呢，你个皮子呢贴辣肉浪向。这个缩起来。所以追沙汤包，如果是馒头的时候呢，就看上去是鼓的，啊对个。所以吃这个么子呢，要韧炖汤包，不能搿个汤包来炖韧。这个汤包炖韧嘛，搿点汤才够脱的。对。你说最近过去了，还个谁啦？叫追沙粿，那么呢，我今在身浪向就是追沙，是吧？那么今在搭子追沙以上吃追沙汤包。对，很应时宜。中秋节过。对个。那么搿句闲话哪来解释呢？莲花开花呢，就是吃三麻，三麻是讲多好。一到中秋节呢，才结果子，结果呢就说明春天是水活的季节，所以搿个汤包是滴里滚油的。圆圆的汤包里面包上鼓鼓囊囊的猪肉，不用说，这肉的好坏直接关系到汤包的品质。那这皱沙汤包的用肉又有什么讲究呢？一定要用前腿夹心肉。要前腿夹心肉。因为夹心肉呢，搿个2块肉呢活的。那么后腿呢是屁股上的肉，你讲叫手蹬。猪肉肉2搭夹前腿一直拉分。对。那么筋脏呢还有区别。要3分胀7分筋。为啥道理呢？成人这个按上去细口的，不要有点肥肉的。但这个肥肉经过一蒸呢，里有焕发特质，不能皮质吸水特质。但是吃了那个皮质呢也是好吃。这个要3分胀7分筋。对个。后来是呢，当这个陆议会天天忙得来，不一路加餐的么子样样好吃。那么今朝要讲点啥呢？现在大家讲讲个追沙汤包。那么记得些辰光嘛，已经吃搿种追沙馄饨盖，皮子小薄，10块而花。那么搿追沙汤包到底又是啥个味道呢？你现在来看。
今朝开饭店呢，我叫啥个呢？是追溯汤饭。追溯汤饭呢还有故事的，因为我呢三腔也有句话叫柳下开花，中秋结果。柳下开花，那么配出来嘛，就让它松干。对对对，鸡薄娘多，这做。选对了部位，配好了肥瘦比例，这肉馅也只是成功了一半。要做出完美的肉馅，就连剁肉的砧板也有讲究。这块做台板，我穿上是木头一个是吧？对个。这个是杉木的，然后还有松木的。这块做台板呢是烂的，而且这个年龄呢，实际上有可能要比那大点了，因为这一留下来的。过去辰光呢，我就手通的做台板呢，侪是用木头的。是啥个木头呢？松木，它是杉木。松木呢有松木的香味，杉木呢有杉木的香味，而且有句闲话，杉木蛮吃分量的，叫杉木食不香，刚刚吃分量。那么他现在做的不谁讲的呢？完全不一样的。我这个面粉，辣杉木做台上，辣松木做台上做出来的么子，有一种大自然的香味。